晚会即将开始，请我们在后面的前贤，以及呢在我们两侧的前贤们，可以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中间教室。那我们的晚会即将要来开始。前人的情况没有提升吗？哦，就是不一样。哦，好的，行。请示要高贵的。那你组长要送光碟片。哦。